Hello，大家好。今年年初，世界上最孤獨嘅鯨魚一度成為咗熱門話題。文學嘅創作同科學嘅求真進行咗一場交鋒。今次就等我哋先嚟講一講呢條世界上最孤獨嘅鯨魚，然後再同大家講一個關於鯨魚嘅新發現。座頭鯨可能正喺度嘗試同人類交流。如果你對一啲平時你未必會留意，但係喺佢哋各自領域有好重要嘅發現有興趣嘅，歡迎你嚟到你又知唔知？喺呢度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重要，但對一般人嚟講又好似冇乜用嘅發現。有興趣嘅不妨訂閱我嘅頻道。鯨魚大多喺數十到數百米深嘅海域活動，有啲好似抹香鯨咁，甚至會潛入千米嘅深海。呢啲水域光線難以穿透，四周幽暗，視覺基本上發揮唔到作用。喺光線微弱嘅水底世界入面，聲音就穿透咗黑暗。聲音喺水入面嘅傳播速度係喺空氣入面嘅5倍，低頻嘅信號甚至可以傳送到數百公里之外。對鯨魚嚟講，聲音唔只係用嚟對話，仲係一種睇見同感知世界嘅方式。佢哋靠聲音連結彼此，導航方向，甚至係尋找伴侶。鯨魚主要分為2大類：齒鯨同鬚鯨。顧名思義，齒鯨就即係有牙嘅鯨魚，好似係抹香鯨、殺人鯨同埋海豚；而鬚鯨就係冇牙但有鯨鬚版嘅鯨魚，例如係藍鯨、長鬚鯨同埋座頭鯨。無論係齒鯨定係鬚鯨，都善於使用聲音，不過方式就有啲唔同。齒鯨擅長用高頻嘅脈衝聲進行回聲定位，鬚鯨就會唱出低頻旋律化嘅鯨歌。回聲定位就好似鯨魚嘅聲納系統，鯨魚發出高頻嘅脈衝聲，接收回音之後就可以判斷周圍物體嘅位置、大細同距離。唔單止可以導航報食，仲可以即時傳遞信息。而鯨歌就係低頻、節奏複雜，好似旋律咁嘅聲音。鯨歌有時可以持續幾分鐘，甚至係幾個鐘，內容可能包含咗社交、求偶，甚至係情緒嘅表達。而所謂世界上最孤獨嘅鯨魚，正正就係一條唱出同其他鯨魚截然唔同鯨歌嘅鯨魚。1989年，美國海軍嘅水下聲音監測系統意外咁接收到一個頻率為52赫茲嘅聲音。呢個聲音同當時所有已知嘅鯨魚歌聲都唔相符，佢嘅頻率太獨特。冇人知道唱出呢段聲音嘅係邊一種嘅鯨魚。多年嚟，佢嘅聲音持續出現，但從未有人真正見過佢嘅身影。2000年代初期，佢嘅聲音曾經一度消失，科學家以為佢已經消失咗喺海洋嘅深處。直到後嚟，熟悉嘅52赫茲又再度出現，證明佢仍然存在。科學家推測呢一條鯨魚可能係藍鯨同長鬚鯨嘅混種，所以先會唱出一種從未被記錄過嘅鯨歌。呢個聲音太過獨特，其他嘅鯨魚聽唔明白，亦都冇辦法回應。但係冇人明白嘅鯨歌係咪意味住佢一直孤身游走？事實上，佢可能一直同其他嘅鯨魚群體同行，只係對佢嘅同伴嚟講，佢嘅聲音就好似一段未知嘅語言，同伴冇辦法理解同回應，就好似聽障人士同健聽者之間，聲音未必一致，但交流從來唔止於一種方式。雖然仍然未揾到52赫茲嘅真身，但科學家最新嘅推測認為，發出52赫茲聲音嘅鯨魚唔只有1條，可能係2條，又或者仲有更多。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世界上最孤獨嘅鯨魚嘅故事，可以觀看紀錄片《The Loneliest Whale: The Search for 52》。52赫茲嘅歌聲
雖然從來冇其他鯨魚明白，但佢仍然不斷發聲。呢個故事提醒我哋，即使冇人回應，溝通嘅渴望依然存在。而就喺最近，科學家發現座頭鯨似乎正喺度嘗試用佢哋嘅方式主動同人類建立聯繫。今次佢哋唔再只係唱歌，而係用另一種更加特別嘅方式。雖然聲音係鯨魚嘅主要溝通方式，但佢哋都會用行為嚟進行表達，好似係拍尾、跳出水面或者翻身。除此之外，部分鯨魚仲會透過控制氣孔嘅氣流、身體嘅姿勢同埋游動嘅方向嚟製造出氣泡。而喺鬚鯨家族入面，會製造氣泡而有被詳細記錄到嘅，暫時就只有座頭鯨。科學家喺20世紀觀察到座頭鯨會使用氣泡網嘅技術，佢哋會潛到魚群嘅下方，一邊圍圈游，一邊喺氣孔釋出大量嘅氣泡，形成一個垂直上升、好似牆一樣嘅氣泡膜，困住魚群。然後座頭鯨會由下方衝上嚟，一口氣吞食集中嘅魚群。到咗近年，科學家正式觀察同記錄座頭鯨另一種使用氣泡嘅行為——氣泡環。呢一啲氣泡環唔係用嚟捕食，亦都唔係攻擊或者防禦嘅行為，而係佢哋表現得放鬆、好奇，甚至係靠近船隻或者游泳者嘅時候先至會出現。研究團隊喺全球多個海域觀察到11條座頭鯨，記錄咗12次氣泡環事件，一共產生咗39個氣泡環。呢啲氣泡環形狀各異，有時甚至會包圍住人類嘅潛水者。而喺冇人嘅情況下，當科學家透過無人機進行觀察，就從來未見過座頭鯨吹出呢一種嘅氣泡環。咁樣令到研究團隊推測，呢個可能係一種帶有目的嘅行為，或者係佢哋嘗試同人類互動溝通嘅方式。呢個係首次有系統咁去記錄同分析座頭鯨吹出非捕食性氣泡嘅行為。雖然早喺1988年就已經有相關嘅記錄，但直到近年，科學家先開始發現呢啲氣泡環都係出現喺座頭鯨同人類接觸嘅時候。目前仍然未完全了解座頭鯨吹出氣泡環嘅真正意圖，未來仍然需要更多嘅觀察同記錄。如果你有幸喺海上面遇到座頭鯨，不妨記錄低佢哋嘅行為。呢一啲第一手資料可能會成為科學界嘅下一個突破點。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探索呢啲比較少人留意嘅發現，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另外，你有冇一啲想知但未必有人講嘅題材？留言話我知，下集再同你講新發現。